口地毯商场上征战的张典婉，另一面充满人文情怀。费时5年做田野调查，要重现家乡苗栗斗焕坪开庄祖先黄麒英的故事。这个年轻人他竟然就带着一批客家人，就一路徒步，当时也没有什么马车，他们就一路走，从竹南、头份，所以这是开垦的名词，一路到三湾到南庄，也花了大半精力刻画大时代下的客家女性，带点缅怀，还有无限绵密的情感。其实我是觉得我是献给我的姑姑，因为我姑姑，她把我带大，然后她就打赤脚，然后就梳个包包头，然后一口的金牙齿。念新闻当记者，比不上家人眼中热门行业客运公司卖票小姐来得有出息，但总是喜欢知识冲击，特别在看见小学同学的成就时更为强烈。当我坐在他东莞的工厂里，陪着他一天从头到晚弄完5家工厂，然后坐在他的美丽的工厂的花园里面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感动。那我一再相信，其实不是这个时代给了女性什么机会，是女性去争取来的。是这样的感触不断启发他，身处时代的交界点，不诉诸悲情。张典婉用纯然的旁观为女性发声。不过从这里看来，就是你也始终没有忘记你最钟爱的这个部分。对啊，没错啊，还是继续要写作嘛。还在继续的。平常是做嘛给谁看？我一爱下文章。我说平常是有喜欢什么消遣呢？其实最终还是喜欢写文章。张典婉的笔下写客家女性，写时代悲剧，写好多刻骨铭心的故事。这一路上不断的追寻，她所分享的是真正的故事，其实就在这片土地上。平常是做嘛给谁看？我一爱下文章。平常是做嘛给谁看？我一爱下文章。